来看美国奥运体操代表队的前队医，伊性侵百外选手，在2018年被判关175档。因为美国 FBI 当初接到通报时无认真处理，让这个医生继续来看诊，害更较侪运动员受害。所以有一摆受害者都去告 FBI 要讨赔。按照即阵美国司法部是已经同意要赔美金1亿，大概是代表32亿5,000万来和受害者和解。针对美国奥运体操的代表队前队医纳瑟性虐待、性侵加性骚扰案件的法律索赔，美国司法部伫咧17同意付1亿美金，差不多新台票32亿5,000万，加100位和纳瑟性虐待运动员和解。And I'm especially sorry that there were people at the FBI who had their own chance to stop this monster back in 2015 and failed, and that is inexcusable. It never should have happened, and we're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make sure it never happens again. 这件案件所赔的人包括拜尔斯、瑞斯曼等美国精英体操运动员，因伫2019年热天第一遍向联邦调查局 FBI 提交个人遭到纳瑟侵犯的举报。司法部表示 ，FBI 伫咧处理体操选手的投诉时阵出现真侪失误，造成无采取行动，降低纳瑟继续治疗选手可能产生的风险。I cringe to think that your influence remains in the policies that are supposed to keep athletes safe. 伫咧美国体操协会向 FBI 举报了，纳瑟继续看诊15个月，一直到2016年秋天才被逮捕。2018年年初，因为性虐待加儿童色情的指控，被判175年。纳瑟被抓起关了，2023年7月，伫咧家内面和其他犯人提10刀送病治疗。其实第一遍对纳瑟的举报已经超过30档。伫咧过去这30年来，包括美国体操协会、纳瑟任职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拢一直把这件见效台压来。密西根州立大学2018年同意赔偿5亿美金，美国体操协会加美国奥会2021年同意赔偿3.8亿美金，和这件性虐待案件赔偿的总金额要到10亿。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